立法院三读通过增加5天的国定假日，行政院敢会提出复议呢？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暗示讲，行政院未着急，因为若阵大罢免有顺利，明年国会政党比例都无共啊。这款话是引起讨论，劳工团体今仔日有100多人抗议，要求民进党爱挂保证，袂阁甲国定假日抬掉。明年的时候，政治环境和另外政党比例人数也会不一样的吧？当然应该你听懂我的意思吧？针对立法院若被立委合作推动三读通过增加4天加1天国定假日，民进党总调郭建明在1日的记者会暗示讲，若阵大罢免顺利，明年国会政党比例都无共啊。这个话引起劳工团体的质疑，民进党敢是打算未来要搁甲这5天的国定假日抬掉？国定假日看不看？民进党请回答。劳团动员100多人23来到民进党部外口抗议，提出3项诉求。如果你不想要冲击大罢免，现在这3个方案，第一个公开承诺过半立院过半不会砍价；第二个，提出你认为进步的价值的国定假日，并且列为放假日，实质来推动；第三个，特别休假不分年资，来全体加3。劳团呼吁执政党爱照顾劳工休困的权益，提供更较好的劳动条件，避免劳工继续伫咧高工时的劳动环境当中过劳。有学者以先进国家来讲，比如美国、日本等等，拢有以增加国定假日来降低劳动时间的例。学者表示，要用什么款有意义的节日，还是纪念日来放假，这拢是值得讨论的代志。特别休假休假日咱虽然讲蔡总统迄阵有增加，但是以世界各国来讲，还阁无够，也工作时间无甲减少落来可能将来像美国啦，还是别个国家，因为感觉讲咱台湾是劳动条件无好伊会当这个成本会当降低，安尼嘛毋是好啦。针对民进党总调郭建明的发言，劳团希望讲，就算未来通过大罢免全面执政，未来嘛应当伫咧国会提出实际政策来替劳工争取愈侪休困的权益。但是民进党团并无出面回应接受劳团的陈情书，劳团呼吁民进党若准未来无得到进一步的回应，无排除会发动愈大场的抗争活动来捍卫劳工权益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